特别落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照惯例伫北京的会见面呢，要接任的这个 Trump， 时间这日只是定伫咧台湾时间的14半暝。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七十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阵，伊有强调讲，伫咧交接事务内面，拜登会特别强调，要求未来 Trump 政府唔通放弃乌克兰。9月底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，除了大力推销伊胜利计划，也甲美国朝野国防领袖见面，包含迄时阵要咧竞选总统期间的川普无互泽伦斯基任何具体承诺。共和党阵营是主张赶紧结束战争，包含互俄国保持目前已经控制差不多占乌克兰1/5的领土，甲冻结乌克兰家己北约组织进程，互民主党阵营解读是放弃乌克兰。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接受 CBS 电视台面对国家专访时阵指出，拜登会伫两人伫北京见面的时阵，要求川普继续即马执犯乌克兰各项罪犯。不过，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，川普入驻北京了后，就算继续互乌克兰援助，也都绝对比拜登政府时期将近1800亿少真济。对内政方面，川普享受各方关注的政策支持，就是可能会大规模赶走非法入境的纳美移民。Not a cen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should go to subsidize this, not to sanctuary cities, not to federal aid to people who are in this country illegally. And we're going to see a large number, by the millions, of self-deportations as well. Donald Trump's going to stay true to his campaign pledge, but in a way that respects the dignity of the Americans who are already here. 过去几个月选前期间，除了国战民政策的相对，所谓摇摆州的动向也真受注目。两大阵营拢共同金拍广告，佮邀请有名人参加造势活动，比如最后伫摇摆州之一的宾州造势，附和乌普拉参加会，根据报道，就有100万美金。胡锦丽阵营财务干部伫电视访问的时阵指出，敢若是竞选总部本身的支出都有10亿美金，那佮加上外围团体，数字就超过16亿。不过选举结果显示，包含宾州在内所谓7大摇摆州，这届大选全部红起去，互川普摕选举人票数312比226压倒性胜过胡锦丽。胡锦丽阵营干部强调，这根本是10亿美金的大灾难。公司新闻谢家仁报道。